點解行家咧都唔會買總聯嘅翡翠，更唔會買新冰鳥？總老嘅翡翠又點揀？優點係咩？今日咧就同大家分享買翡翠必懂嘅踩坑知識，關於翡翠嘅種水保值嘅秘密。第一個問題，咩係新冰鳥，亦即係總聯嘅翡翠？簡單嚟講咧，就係年輕嘅翡翠礦物。亦即係近幾年咧，經常被過度採刮，因為佢冇經過地殼運動充分嘅壓強同埋氧化，礦物晶體粗大，結構鬆散，亦即係密度唔夠。佢嘅優點咧就顏色比較鮮豔，人工處理過之後咧，佢特別好睇，就好啱嗰啲啱啱入門嘅，只注重色，唔太追求翡翠種嘅朋友，因為佢價錢比較低，亦都啱預算有限嘅朋友。缺點就比較多啦，長期戴嘅時候咧，容易發黃發灰，容易咧汗漬滲入，佢嘅結構咧比較鬆散。由於佢硬度唔夠，呢種嘅翡翠咧仲好容易刮花嘅，水頭唔夠，光澤度唔夠，密度低，缺乏翡翠嘅嗰種溫韌感。有句話形容總老嘅翡翠，歲月淬煉嘅精華，收藏價值嘅標杆。總老嘅翡翠咧，多嚟自緬甸傳統嘅老坑，經過億萬年漫長嘅歲月擠壓，結構緊密如凝膠，晶粒細膩不可見。老坑最大嘅特點就穩定性強，數十年都唔變嘅，亦都唔開裂，而且咧越戴越潤，越戴越有光澤。唯一嘅缺點，亦都係佢保值嘅點，因為佢稀缺性比較高，價錢比較高。其實聽到呢點，你就會明白。如果想買品質翡翠，預算有夠嘅，總老嘅料就係你嘅首選，持久、美感、保值都係在線。第三個問題，除咗揀總老嘅翡翠，仲想保值，我哋可以點做？首選江新件。何謂江新件？就係手鐲啦、珠鏈啦，同埋我哋講嘅如意瓜果豆、觀音佛公呢啲題材咧，係經得起歲月嘅洗禮。佢更注重係材料本身。點樣揀江新件呢？記住呢個口訣。一掃二後三無瑕。最後淺淺俾大家4步鎖住傳承翡翠嘅揀法。第一就係總老為先，透光睇結構，老種緻密如絹，新種鬆散如紗。第二就江新優選，選手鐲啦、蛋面啦、江新件，保值力遠遠超過雕刻嘅花件。第三，驗證證書，認準 CMA 同埋 CNAS 嘅專業鑑定報告。第四係規避風險嘅，唔好淨係以為翡翠六為貴，去買嗰啲幾千蚊嘅滿六貨，呢個你要謹防 B+C。翡翠嘅本質咧係以時間換品質，老種咧承載住億萬年嘅地質能量，江新件咧凝聚住天人合一嘅審美哲學。讀懂呢啲，你就可以輕鬆咁揾到屬於你哋屋企嘅傳承嘅翡翠。我係淺淺，有疑問嘅不妨留言喺評論區，我都會一一咁認真咁回覆大家。關注淺淺，請翡翠唔踩坑。